大家好，歡迎收睇 AI 新勢力。今日要同大家介紹一款近期紅遍全球、來自中國嘅 AI 軟件，佢被譽為國產之光，佢就係 DeepSeek。先講少少背景資料，DeepSeek 係由總部設於杭州嘅深度求索團隊研發。佢最令世界震驚嘅地方係可以用極低成本達到世界頂尖 AI 嘅水平。最緊要係咩？最緊要係佢對中文嘅理解超級地道，而且目前係免費開俾大家使用㗎。咦，思霞，聽講你最近都有用 DeepSeek 喎？冇錯，因為 DeepSeek 有強大嘅推理模型同埋佢最特別嘅地方係答問題之前會閉門思考。有時候我都會遇到一啲奧數嘅難題，我都會揾 AI 幫手㗎。大家睇下，當佢遇到難題，唔會搞唔明白咁樣即刻俾答案，佢會出現一個思考中嘅圖示。呢個期間，佢會自言自語進行自我運算，正因為佢一步步咁樣推理自我檢測，無論係解數或者解釋古文，正確率都高咗好多。呢種感覺就好似你考數學大題時，都會寫喺個草稿紙，寫好步驟度，跟住睇下有冇錯先寫落答案紙。以前嘅 AI 比較靠直覺講嘢，而 DeepSeek 就係真正學識咗邏輯，佢會話你知佢點解咁，甚至思考過程入面發現嘅錯誤，而矯正佢以前嘅錯誤。仲有佢真係文言文救星。你睇，無論係春望、過零丁洋，都可以幫我拆解得清清楚楚，連背後嘅感情都分析得好清楚啊！不過要提醒大家，雖然 DeepSeek 嘅推理能力好強，但係佢始終都係 AI， 都會有某些邏輯上面嘅盲點或者幻覺。講得啱啊 ！AI 係我哋學習嘅最強輔助，但係絕對唔係用嚟直接複製貼上嘅工具。大家收到資訊之後，一定要保持批判性思考，自己再 check 多一次啊！我哋今集就嚟到呢度，拜拜。哇！終於用部 iPad 做完嗰個專題報告啦！哇，好肚餓啊！去小賣部買嘢食先。哼！呢個大頭蝦真係人如其名啊！用完部 iPad 都唔登出嘅，睇我發現星今日整唔整蠱佢？睇我扮下大頭蝦喺網上留言先。我大蝦今日心情好，聽日小息請全班食零食。喂，大頭蝦，講口試啊！我今日特登留肚嚟食你嘅零食㗎。吓？咩零食啊？我幾時講我請你食零食啊？喂，唔係喎，大夏，尋日你自己喺個學校論壇裏面 post 話請晒全班食雪糕嘅喎，連我都見到喎。冤枉啊，班長！我琴日只係擺低咗部 iPad 喺課室入面，根本冇喺論壇入面出 post。哈哈哈！大頭蝦，你個樣真係好搞笑啊！琴日我見到你部 iPad 冇登出就擺喺張台上，我幫你代下個筆啫，純粹講笑啫，唔好咁認真啦。講笑？你知唔知而家好過分啊？如果你琴日用我個名去鬧校長，或者問人借錢，咁點算啊？發言聲，你今次真係唔啱啊！就算部機係學校嘅，但係你都唔可以盜用大夏嘅身份啦。發生咩事啊？點解咁嘈嘅？發言聲，你覺得咁樣只係一個玩笑咩？你知唔知喺網絡嘅世界，如果盜用咗人哋賬號留言，就絕對唔係一件小事。你知唔知你嘅行為而可能已經觸犯咗有犯罪或意圖不誠實取用電腦罪㗎？對唔住啊，老師，我以後唔會再亂用人哋嘅賬戶發表言論啦。對唔住啊，大夏，我知錯啦。大夏，其實你自己都有責任㗎。你知唔知道借咗學校嘅 iPad 同埋任何嘅設備登出係保護自己嘅最後防線嚟㗎？老師，我知錯啦，我以後會改咗呢個大頭蝦嘅習慣，每次用完學校部機，會先撳咗登出掣，先至去還機。睇完頭先嗰套短劇，相信大家都明白，網絡世界雖然係虛擬嘅，但係責任係真實嘅。冇錯，而家我哋成日都會用到學校嘅 iPad 或者電腦。
為咗避免成為呢個大頭蝦或者白厭星，我哋要謹記以下呢個網絡安全三部曲。一、用完即登出，用完學校借用嘅平板電腦，謹記必須手動點擊登出，唔好淨係冚蓋或者熄 mon。二、密碼要保密，唔好同任何人分享密碼，並定期更改高強度密碼。三、拒絕亂借用，就算見到同學冇登出，但絕對都唔可以貪玩盜用。善意嘅做法係幫佢登出或者提醒佢。資訊素養由你我做起。今集嘅節目就到此為止啦，拜拜拜。Welcome to the Intergalactic Grand Prix. Get ready. 3, 2, 1, blast off! 我係代表紅方嘅3C李建峰，我哋代表藍方嘅3E陳美詩。好啦，比賽將會即將開始。好，準備。